19380确诊之外，另外的同行的一名友人19401。 也接了确诊。高雄庄检改个案当中，按何19380和19402这对男女朋友，初一、初二和朋友总共2对男女朋友4个人去屏东佚佗。官府公布因去过所在完成清消，民众看到因去过景点，Google 评论拢超过4.5粒星，有人乌鲁讲真敖爽。 因2月初一去鹅銮鼻顶塔，阁有恒春的鹿景梅花鹿生态园区、南方味甜冰店、邦山乡爱琴海湾海景休闲度假园区，阁有车城的福安宫。其中车城福安宫馆长潘明安初一才伫遐做志工，较真的男女朋友是伫迄天的下晡4:57到5:14伫遐。当时馆长已经离开，差一丝都和较真正去的时间有重大。 2月初二，这2对男女朋友去山川琉璃吊桥，阁有潮州的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等等，才回去高雄。4个人去屏东的这个乡镇10外的所在，结果4个人伫这几天拢陆续确诊。卫生局嘛控制接触者采检隔离，要继续扩大疫调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